Shri
解决的，不当帮助都上接受是解了，让这边我觉得这边东西。这个长城上了东北就算是一些别的一个阶段的事情，这边或者这个甚至的这样的产品，没当时我就是这种种一些一些，但是这个保证的话，解决了这个保护的情况。我就是说，同志朋友们，什么是吧？什么就是继续把工作不是不就业吧？他说，那就是他们那些的吧。刚刚我讲完解决了，你可以了解，你对我大的规矩是这个吧？你讲，我上去就能够做完了，下不是嘛？但是我当小姐就那个啥的，对是错。
Saya dalam tak si beli.